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路加福音第4章14节到30节。耶稣伫拿撒勒受拒绝。路加福音4章14节。耶稣受圣神的权能充满，转去加利利，伊的名声传到四围各地区。伊伫逐个会堂教示人，受众人尊敬。耶稣倒去伊长大的所在拿撒勒，照习惯伫安息日入去会堂。伊徛起来要读圣经，有人摕一卷先知以赛亚的册予伊，伊就展开，找到一所在有记载：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予我传好消息，予散车人。伊差派我宣布。受掠的得到透放，无看见的搁看见，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宣布主恩惠的年。耶稣把册卷起来，献予会堂的助理，就坐落去。会堂内的众人拢注目甲伊看。伊就甲因讲：这段圣经今仔日恁在听的是已经实现啦。大家拢称赞耶稣，对伊所讲仁慈的话感觉奇怪，讲：这个人敢毋是约瑟的囝？耶稣对因讲：恁一定会引用。医生啊，就依伫你家己即句俗语来对我讲。阮有听到你伫迦百农做真侪代志，胆嘛着伫你的故乡做。耶稣阁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先知无一个伫家己的故乡受欢迎。我甲恁讲实话，伫以利亚的时代有旷旱3年半久，逐所在有大饥荒。迄时以色列中有真侪寡妇，以利亚并无受差去因遐，只有去西顿撒勒法一个寡妇遐。先知以利亚的时，以色列中有真侪麻风病人，除去叙利亚人乃曼以外，无一个得到清气。会堂内所有的人，一个听到这的话，真受气。因徛起来，甲耶稣赶出城外，求到山坎，要甲伊扯落去。因的城是起伫山顶，耶稣却对因中间行过，做伊去。默想，因为圣神同在，耶稣的名声传遍加利利各所在，各地会堂众人学了耶稣的教导。伊也按算要照顾所出身的拿撒勒熟悉的送乡人。会堂的人初初对耶稣读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2节真有印象，是安怎煞变做是屁想，搁哪咧看戏的态度咧？伫会堂聚集的人，敢毋是咧期待弥赛亚的拯救？约瑟的囝搁讲2项通人知祖先的见笑台，都互会堂内的人规个起掠狂，要甲因杀互死。毋过耶稣煞是真自在地脱身。规个代志，耶稣哪亲像是超工的？借问，耶稣是想要改变啥物信仰的偏见？共乡的气杀耶稣的态度，互人感觉真悲哀。
因敢真正知影家己牙香对拜的错是啥物？到底是啥个损失呢？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愿承认过去对你的误解，不过是2000年前一个受冤枉、短命惨死的善良外国人，说讲要来拯救阮。诚心感谢你的怜悯拣选，因为信仰前辈的引带，互阮通搁较熟悉真实的你，性命得到拯救甲更新。感谢你无放弃阮，听阮。恳求圣神拍开阮的目睭甲智慧，调整对身躯边无上目的亲友的成见，免得阮错失上帝伫人际关系中所赐的祝福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